早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7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有影是黑色的拜一，受武汉肺炎的拖累，全球的股市随个大落，昨昏亚洲股市全部拢受黑。武汉肺炎疫情上界严重的欧洲，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嘛拢无法度走险。美国股市搁较害，道琼指数大落超过2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开盘就落7%。美国股市因为落甲伤食力，嘛启动暂停交易的熔断机制，15分钟袂使卖卖。美国股市早到开盘就大落，道琼工业指数落1800多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阁是落超过200点。盘幅度到7%，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开盘了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变盘7.2%，道琼工业指数收盘嘛落超过2000点，盘幅度到7.8%。I don't think that the bottom is going to be today, but I do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e frenzy of it this week. And that the worst news is coming right now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il price drop and the coronavirus. You know, kind of with the coronavirus is going to be an ongoing shock. 国际油价大落，佮烦恼武汉肺炎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全球股市拢是青损。台股早到开盘都落超过300点，落尾收盘是落344.17点，年线收袂调。这是1月31以来半上升，收跌19977.64点，新高金额是新台币2309亿。疫情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失控啊，尤其在欧美地区，而且很多的企业开始调降它第一季的一个财报的部分。你看，苹果、微软大厂都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年的苹果的手机，像华为的手机，可能的整个销售量都不如当初的预估。亚洲股市嘛是同款情形，包括中国、香港、日本、南韩拢是盘的情形。其中南韩股市收盘是盘4%，日本股市嘛盘5%。The strong of the yen shows signs that investor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n they just want to find the safe assets, which is yen, and that triggered a sharp drop in Japan stock markets as well. 欧洲股市盘幅度是更加明显，英国、法国、德国股市中央拢不落超过8%。分析师认为，目前欧美疫情拢有扩大现象，但是疫情时间又长，股市大起大落情形应该可以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股票落，国际原油的价格嘛落价，上大的石油出产国沙烏地阿拉伯甲俄羅斯谈判，参商要擴大減產，講無成，全價價格壓價加，這一招引起國際油價大落，一時大落30%，創下1991年波斯灣戰爭以來落上忝的。頂禮拜五，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甲其他產油國佇維也納舉行會議，因應新冠病毒造成經濟影響，原油需求減少，沙烏地希望會當甲俄羅斯鬥陣減少生產，穩定原油價格。毋過俄羅斯拒絕，雙方談判破局。We have adjourned this physical meeting, but the consultations are continuing. They have agreed to continue. We have some few knotty issues, but the norm here is to have everybody on board, unanimity. 沙烏地上期決定調降油價，佮增加生產，預計10月份官方每桶原油的價格會變6到8美金，產量為目前每工970萬桶，增加到每工1000萬桶以上，上濟會到每工1200萬桶。結果造成國際油價大落，原油期貨拜開盤不大落30%，報到每一桶31塊美金，需要有較好，毋過是創下1991年以來一工半上濟幅度。油價大落，引發包括美國股市、亞洲股市甲歐洲股市攏大落。沙烏地國營的阿美石油股價嘛共款大落。沙烏地安尼做目的是為了保護俄羅斯搶佔原油的市佔率，不過這招親像雙面刀，嘛家己受重傷。隨上沙烏地伫2014年嘛用類似的步數對付美國，結果國際油價落到每一桶30塊美金，沙烏地落尾擋袂調，還是當去尋求產油國共同減少生產，穩定價格。記者綜合報道。
武汉肺炎的影响真正有影是真济，咱即马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即马伫咧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即阵确定病例是80736例，死亡的人数3120个人。那咱台湾昨昏并无新增加案例，目前也是维持伫咧45例。香港有115例，日本有514例，南韩有7478例，那新加坡有160例。伫中东的国家，伊朗是上界严重的，有7161例。伫咧欧美的国家，意大利是上严重的，有9172例。那伫咧美国有582例，法国有1412例。那伫咧德国嘛超过1000例，有1151例。英国是有321例。咱台湾的武汉肺炎已经连续3天拢无新增加新的案例，即马共款维持伫咧45例。毋过咱的厝边岛菲律宾是有加4例，其中有1个是咱台湾人。所以即马菲律宾的官方就消息讲是咱台湾人为何因的国家。毋过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调查，咱台湾人应该是伫咧菲律宾就去互画着的。菲律宾卫生部顶日公布新增4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个是台湾籍的患者，而且捌甲咱国第44例确诊病例接触过，怀疑感染源来自台湾。对此，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44例伫2月28号、3月23去菲律宾旅游，初2伫当地就出现老的症头，3月25转来采检确诊。伊的菲律宾台籍朋友伫3月23出现症头，3月7日采检确诊，2个人发病时间只差1天，研判2个人应该拢是伫菲律宾的时阵防卫着。他们2个有可能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感染，而这2个人呢，他们是透过共同的朋友而认识的，在这之前并不认识，所以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菲律宾见面的，所以说他们如果受到暴露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在菲律宾受到这里面的暴露。好，另外，指挥中心也针对44例带做伙的人采检，2摆拢是阴性。血清检测也无抗体，所以认定44例伫国外胃着病的几率悬。未来将利用基因定序方式，将44例病毒株进一步厘清状况。另外，一年一度伫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要伫5月举行。各国近来已经陆续接到邀请函，但市长回应表示 ，WHA 拢已经自行难保啊。若讲有召开，无论台湾敢是有收到邀请函，台湾一定会去向世界发声。记者综合报道。业者长苏贞昌昨暗伫咧面册，伊打出一段影片，伊讲买喙暗爱徛名2.0新版的改良的系统，透过各部门的合作，已经传好势啊。未来买喙暗会使去洗药房、去卫生所，嘛会使透过网络伫咧网络纳钱去便利商店、便利超商摕喙暗。喙暗是名字，要求前排队人数较少，暗过还是有真侪人无得配合要求时间买无喙暗。因为我们经过数据的分析，发现说大概没有使用健保卡来领的，很多都是可能比较年轻，他是上班族，他附近的药局的营业时间刚好跟他上班时间重叠。喙暗是名字2.0系统，可买喙暗都要到药局或者是卫生所排队，买当伫网络买。行政院长苏贞昌采到主持会议，嘛去看压力测试公司，确定台湾上大的网络买喙暗系统将要实施。今天下午试试看，看能承载到最高是大案。如果今天下午承载200万都没问题，有问题就出道，没问题，这样，然后就来试试看。用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凭证订喙暗，或者是用联进健保快通 App， 未来伫网络买超商退回方式，对当买喙暗。对了，网络要稳定，喙暗供应嘛确保有够。咱即马设定这个版面达到920万片，这几个报。这是咱这个版定定的数量，下礼拜要达到1030万片。苏贞昌伫面册表示，工程师、业者甲专人员拢伫第一线测试调整实名制2.0系统，公部门嘛协调物流甲付费机制，希望平均分配喙暗的发送量。安尼未来网络买运费会由买人负担，虽然运费还未确定，毋过未比喙暗较贵。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桃园看喙暗工厂，伊感谢咱台湾的企业做伙斗3工，嘛宣布讲，这礼拜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喙暗，一日就会当生产1000万个。咱台湾的防疫实力嘛，互世界注意到啊。
总统蔡英文采购到桃园视察翠暗工厂，感谢企业配合家己翠暗国家队团结防疫。所有成绩拢是有先计划提早启动，第一波60条翠暗生产线已经完工，也有第二波30条，3月底也会陆续交机。今麦也正式宣布 MIT 翠暗已经下当一天突破1000万片。我们虽然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国家哦，但是我们国家的实力在这一次的防疫的行动当中完全展现出来，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了解台湾就是全球防疫网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哦。蔡总统肯定台湾中小企业世界级的实力。即马桃园这间翠暗工厂已经24点钟运作，国家有国军支援补充电力。即马就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传烧，总统府也加强防疫。记者采访总统时，不再使用麦克的架仔，距离也久远。另外，总统、副总统行程也拢加开。不论是官邸或者是我们的总统府哦，现在的这个防疫管理做的更周全啊，也希望就是说，在整个防疫的阶段啊，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的健康跟安全。副总统跟我的行程，我们是有错开的啊，那也是希望能够让整个政府的运行啊，不会因为某些疫情的发生而造成在运作上的不便。至于国民党选出的新主席，蔡总统也对此表示恭喜，希望甲江启新主席同齐良性竞争，在防疫期间共同处理疫情。蔡总统也表示，即马台湾防疫做得好，已经让全球注意到台湾的实力，希望大家同齐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沙特阿拉伯甲俄罗斯针对原油的价格在对下，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拖累全球的股市。昨天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做回落，嘛会使用崩盘来形容。加上昨天咱台北股市外资直透底卖，今日台北股市若是止跌未调，政府讲国安基金随时拢会入去护盘。来看中国时报，留伫欧北的台湾人敢无法度回来台湾？即马第2抓包机，哪亲像有希望啊？有风声讲，经过两边的协商，下暗有2只包机，会甲470个台湾人再回来咱台湾。暗过陆委会甲大拢无愿意证实。来看《苹果日报》。意大利的武汉肺炎拖真紧，因的总理顶礼拜6已经宣布讲14个城市要封城，也毋过即马疫情也是无冻点，而且意大利的死亡率是4.9%，是算是全世界上悬。上新的消息是，即马意大利讲要封，要全国拢封6000万人，除了工会甲紧急事件，若无拢袂使刷叮当，而且全部的公众活动拢爱停办。镜头转来咱国内，中央院是宣布讲，咱已经核心出会使判断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群啊。若准顺利，到时民众去诊所快速体检，上紧20分钟就知影结果。那这个抗体如果只跟我的抗原，也就是我所谓的 nCoV， 就是刚才。甲对呼吸道采检落来的检体放伫咧试剂顶头，总共出现2条环线，就表示确诊得到武汉肺炎。这是中央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上新研发出来，让人快速体检武汉肺炎病毒的试剂。采检的时间只需要15分到20分，流程就甲验流感同款。目标是测抗原，因为在抗原大量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是一般感染的人员最具有感染力的、最具有传染性的时候，所以希望说能够测到抗原呢，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对感染的人员进行合适的处理。未来总共会使顺利甲这试剂量产，民众就会使去诊所采检。不过是不是爱教采检的对象分流，避免武汉肺炎高风险的族群去诊所体检，同好降低群众感染的风险。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透早去立法院报告，也有进一步的说明。在基层诊所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区分所谓的高风险病患跟低风险病患，再做这个快筛。这样的抗原，我们能够诊测到是在早期或是中期，或是末期，或是都有那取怎么样的检体的量等等的，这些都还是未知。
除了快速抬减的试剂，美国药厂即阵阁研发出试验性的药啊，瑞德西韦，去互看做有压制武汉肺炎病毒的功效。中央院院长廖俊智表示，台湾即阵因为确诊的病例真少，现此时已经和美国进行临床测试。啊，那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有中央研究院也宣布成功合成纯度真高的瑞德西韦。不过，这合成的药啊，也有真侪困难需要克服，无一定赶会赴因应即届疫情。不过，会使身体未来其他大型流行疾病做准备。记者欧敏珍、王德心、桂俊林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通过咱台湾各地拢会落雨，气象局嘛针对苗栗以北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日早起方面通过春雨较贵，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早起中部以北雨浪较粗。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即寡所在发布大雨特报，温度会日头下降，愈晚会愈寒。啊，那各地气温大约是15度到21度，北部的高温已经落到无到20度啊，中部甲东部的高温是23度到25度，啊，那伫咧南部下港高温也有30度。落雨是落甲真压杂，下晡的时大空气之外水汽就减少，就较无雨啊。啊，毋过会寒到明仔载哦，啊，到8时温度才会豆豆啊加悬。意大利即马疫情是真严重，已经宣布讲全国拢要封起来。咱的台商甲留学生拢有受影响。也毋过伫咧当地的台商会长是表示讲，目前因也暂时无要转来咱台湾，到时阵才变看。也毋过留学生就完全无共，因是对意大利的防疫真无信心。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意大利封锁金融中心米兰甲观光胜地威尼斯等地，不止游客甲当地民众惊吓，当地台商也受影响。面对疫情真紧加分，台商也开会讨论下期要如何应应。不过台商表示，意大利政策较宽松，即马封城并无完全禁止出入，有不少的留学生已经表示想要回来台湾。台商大部分都有家人在这边啊，可能他的这个太太或者是家人都在这边哦，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急迫的回去的感觉哦。那最可怜的就是这些留学生啊，在米兰的留学生呢，真正有签证的至少有200多个人。罗天豪表示，目前侨胞甲留学生拢真欠催安，未少人向伊求助。伊认为意大利甲台湾伫面对疫情的处理上真无同，互因无敢若有信心也承认。即马意大利上需要的可能就是台湾的指挥官陈时中。所以这个跟意大利的他们的这个个性就显现在这个他们的法令上面，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做事情不踏实，所以今天防疫就是有很多的漏洞。真的是这么严重的话，只有陈时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假使疫情更加严重，台商也会考虑离开，是不是要撤侨？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有需要随时应提供协助。我们的驻意大利代表处都能够提供协助。那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侨胞跟我们提出这些相关的要求，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帮忙。因为台湾的防疫措施真受各国肯定，未少友邦也来庆贺。伊透露外交部把3摆召集驻台人员说明，提供别国防疫的经验。另外，驻外人员甲冠秀反映催安无够部分，外交部已经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同意寄出催安，差不多1礼拜寄出460片。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的疫情上较严重的就是意大利，已经确定病例是9000外例较加，而且有400外人死亡。因的总理已经宣布讲，全国要进入封锁的状态，所有公共组织、体育活动拢要暂停，而且学校是停课，要停到4月初。民众除了工课，也是拄到紧急的状况，若无袂使离开徛家。È per questo che sto per firmare un provvedimento che possiamo sintetizzare con l'espressione "io resto a casa"。意大利将进入全境封锁状况，总理孔蒂当地初九宣布，封锁区域扩大到全国。初10开始，所有公共聚会、体育活动拢暂停，民众除了工作加经济状况，袂当离开大所在。学校嘛，应当停课到4月初3。不过，大众运输也是一起运。
意大利西北已经签署紧急法令，将米兰所有伦巴第大区、各周边小地区14个省份全拢封锁，一直到4月初3。消息出来，引起民众伫封城之前赶紧离开。各有4个家庭为着防疫限制探视，引发暴动，造成上无6个犯人死亡。不过疫情也是无得控制，过去24点钟，意大利佮增加1797例，拢总已经破9000例，死亡增加换100人，到463例。陆军参谋长丁高官嘛向感染。德国甲法国2个累积病例拢已经破千，德国伫当地初9出2个死亡病例，法国一天增加要换300例，拢总已超过1400例，20个人死亡，连文化部长拢向感染。西班牙疫情一天增加超过200例，拢总已超过1000例，30人死亡。首都马德里上严重，已经有400多例。政府宣布，当地各级学校10月开始关2礼拜。另外，塞浦路斯嘛出2例，欧盟国家全拢掉。那伊朗过去24点钟，佮增加500多例，拢总超过7000例，总死亡人数237人。防止疫情，政府又搁释放犯人，目前已经释放差不多7万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出现疫情。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日内瓦时间初9也是表示，会当感受到全球大流行威胁，不过佮会当控制。Now that the virus has a foothold in so many countries, the threat of a pandemic has become very real. But it would be the first pandemic in history that could be controlled. WHO 强调，未当加看全球国家甲病例总数，因为全球病例有93%集中伫一寡国家。不过嘛强调，各国爱较早行动，才能预防减少疫情。记者综合报道。邮轮即马嘛是防疫的重点。意大利的瓜斯达幸运号和泰国甲马来西亚拒绝伊靠岸了后，即马新加坡决定要接手，互即只船有所在靠岸。另外，停伫咧旧金山外海的至尊公主号，目前已经停伫咧奥克兰港口，乘客一落船，随后互带去隔离。Proximity to the Oakland airport, which will provide us the ability to allow foreign passengers on this crew to be repatriated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erminals at the Oakland airport. This will all be separate. 原本90号至尊公主号停靠奥克兰，即马会当号邮轮入港停靠啊，会当看到部分乘客伫露台，希望赶紧落船。若救护人员甲隔离布棚嘛已经起好，做好万全准备。船顶拢总有3500多人，是为54个国家来的，目前包括2个乘客，佮有19个自愿确诊。路透社报道指出，2400多个乘客中有962个加州人，会向送去费尔菲德甲圣地亚哥的海空军基地。其他州的美国人，则是向送去乔治亚州甲德州，赶快由军方的基地暂时收留隔离。The oper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minimizes the time for the Grand Princess to be at the Port of Oakland, and that once the disembarkation operation is complete, that the ship will depart Oakland, that no one will be quarantined in Oakland or released to our community. 大选年的政治集会嘛变重点，近日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初9公开宣布，伊伫会议上才对话较无1分钟的一个与会者，后来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克鲁兹强调讲，10天以来，家己无出现任何症状，毋过伊才规定家己居家隔离。另外一只嘛传出武汉肺炎病例尼罗河游船，嘛伫埃及引发惊吓。除了佫有新的确诊患者，我好关讲埃及经济佮面对危机。新增加的7个病例，大部分甲原本的48病例有接触。官员强调，国内外民众免过度反应，埃及也是会当旅游的地点。传出病例船只，互各国拢真惊，无患者游轮煞嘛有共款命运。前日登记伫意大利的哥斯达幸运号，先后去泰国甲马来西亚拒绝，落尾是补港新加坡，同意可以停靠。当然，新加坡嘛对旅客进行病毒检查，若码头也是会对其他游轮保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伊朗的武汉肺炎疫情是当地滚价，感染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所以伊朗即马是按算要暂停所有飞欧洲的航班。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切贝伫咧德黑兰的记者会面顶通报武汉肺炎感染甲传播的数字真惊人，全国31省都有确诊的患者，过去24小时就新增加743例，敢若是首都德黑兰都有1805个人感染，数量是全国上悬的。伊朗政府伫咧境内15个省实施旅游禁令，各级学校甲大学停课，一直到波斯新年结束为止，也就是差不多4月初左右。Less than 2 weeks, it's Nowruz, the Persian New Year, perhaps the biggest and most popular national holiday where Iranians get together and socializ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way it usually does. Another hit to this country that has seen many crises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个人伊朗航空切贝宣布暂停所有飞去欧洲的航班，一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啊，毋过声明当中完全无讲到关于武汉肺炎的传播，敢若讲是受到欧洲政府不明原因的限制所造成的。欧洲航空安全局2月初3禁止伊朗航空3只客机飞过欧洲的领空，理由是因无进行必要的升级，无法度得到飞行授权。啊，若是瑞典是伫咧3月初2，用德黑兰无法度控制武汉肺炎继续传做理由，暂时对伊朗航空落禁航令。伊朗会属着沙烏地阿拉伯，切贝嘛对西亚派人口上济产油重镇盖提夫省实施暂时性的封闭，来阻挡当地11例确诊病例的病毒继续传。沙烏地这个王国到目前为止，所有去往体检确诊的患者，若毋是有伊朗旅游史，无就是甲有旅游史的人接触，转来去往挖着。沙烏地内政部伫咧声明当中表示，封锁盖提夫省的出入，除了必要的单位以外，公家机关甲私人机构全部停业。啊，毋过商业物流是照常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咧日本，即马日本本土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是500多例，若是加上全球公主号，安尼伫咧日本就有1205例，15个人死亡。伫咧南韩的部分是7478例，53个人死亡。日本昨昏是对中国甲南韩提出入境的管制，啊，那南韩嘛随针对日本提出管制，要来反制。对此，南韩嘛伫咧同一天实施反制措施，同款限制日本游客入境要隔离14天，而且无要搁予日本游客免签证的优待。和平常时人真济首尔仁川机场的大厅看起来是真空。初到早起为大阪飞南韩的班机嘛只有25名乘客，大部分都是南韩人。伫南韩的翠暗实名制度嘛为初到开始，和民众1礼拜会当买2个翠暗，所以引发南韩民众的不满。5천만 국민이 이걸 마스크로 살라고 새벽서부터 늦게까지 줄을 서게 했던 것은 아주 어리석은 행정입니다. 即马南韩新天地9岁检疫嘛，伫要收煞，所以病人增加的速度开始放慢。也毋过，同在区的大区市内，阁有超过250名的教徒也未接受采检。大区市府嘛表示，若是这教徒到初9半暝阁未接受采检，就会甲因告发。另外，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对南韩祭出了入境禁止令，加上伊朗嘛是疫情严重的国家，南韩政府考虑要伫这礼拜派出专机前往伊朗撤侨。记者陈世龙报道。体大消息来看，东京奥运即马是讲要照常，啊那奥运的盛会按算7个月26要对311大地震重灾区福岛出发，也毋过福岛人不爱，有人认为讲，因的政府只爱做表面，在后已经交冬啊，污染赔偿这代志拢无消息好势，拢无好好啊解决，盛会头一站有啥物好欢喜？抗疫民众也标起，来到这个月20日，奥运盛会将要开始的地点，福岛的国家卡球集训中心外口示威。举办奥运原本是国家的公营，毋过福岛人认为，对311核灾发生较大，对轻度污染得到感情赔偿等问题，也是无得到完满解决。福岛向选做盛会团体頭一站，因無都感覺歡喜。私たち福島県民にとってはここを使ってオリンピックをの聖火リレーを始め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の原発事故っていうものをもう本当になくしてしまうもう終わらせてしまうというそういう意味に取れます。だから、ここからその聖火リレーが走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私たちにとっては屈辱的なことでもあります。311核灾发生较大已经9年，福岛的部分地区也是拢无人。大早晨洗最近开车登去往福岛核电厂，较无4公里故乡看，反路边也是有倒客厝无人管，还有真侪吸辐射污染的物件等伫路边。毋过来到车站，因这下电车将要恢复通行。上个车站外口设立官方的联络站，配合部分政府机灵，
车站当地广工进行征收，路边有新的电话条码，这可能是奥运盛会团上经过路线，打造心内是真感慨。枝道入ると昨日も来たんですけども15マイクロシーベルト以上あったので、その復興している見せかけの部分はそう見た目はそうですけども実際まだ全然9年近く時が止まったままの場所が多いので偽りの復興 PR だと思います。政府部长的大招，登记家己老厝伫门前翕相，也目的是早登记家亲人分享，化解思乡痛苦。商业町已经伫2022年完全改度竞争，好民众登记厝的，毋过大造相信有真侪遗留的情形之下，真侪人该共款无得登记故乡。记者综合报道。那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日本春季的小演比赛，有意大利的卡球比赛，有 F1 的驾车比赛，拢是要照常举行，不过并无开放观众去看。镜头转到1600万人面临封城，疫情紧张的意大利，虽然体育部长呼吁停止意大利假期卡球联赛本季春的比赛，也不过祖文特斯对上国际米兰队的比赛车被如期伫杜林闭门展开。祖文特斯2-0胜利，中回联赛龙头。当地媒体报道，一旦官员甲联盟参球员达成共识，意甲本季比赛真可能暂停。Sospendono sicuro domani. Si tolgono sta partita che dovevano togliersi e domani sospendono tutto. Troppo grave la situazione. 1月方程式赛车也将出现史上第一场无观众的比赛。2020赛季第2站原定3月2日伫波湾国家巴林举行的夜间比赛 F1 巴林大奖赛，车被宣布停卖票券，车迷这当透过电视转播感受现场刺激。被看作梦大4大满贯赛以外上重要比赛之一的加州印第安全网赛，原定这礼拜开始，不过因为洛杉矶东部出现确诊个案，车口宣布取消，成为梦大因为疫情取消的相关战级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转来咱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真侪产业，亲像观光、餐饮、饭店，真侪间拢决定要收档，即马阁有大间饭店讲要提早停业。伫6号客栈内底金凤厅用车塞点心出名，营业40多年，是甲真侪台北人斗阵大汉的古早味。毋过6号客栈就要结束，真侪顾客赶紧来怀念细汉的好滋味。小时候长辈带来的话，当然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吃嘛。那后来自己花钱来吃东西，就觉得吃的是一个感觉啦。那今天看到新闻，吃的也是一个感觉。那我们的客房服务呢，原本预计是年底，那我们后来有因为这样一个大环境的状况，配合餐厅休息的时间，那我们是稍微提前到5月底。6号集团强调，营业48年6号客栈，去年申请规划重建通过，原本年底结束，要起20层楼高的商业大楼，即马趁市场不好，提早结束。受疫情冲击，一个台北市有名餐厅上满楼瑞和分店宣布营业到7个月2日。以北平菜起家上满楼瑞和分店营业已经10年。业者讲，无疫情进前，1楼食饭时间拢客满，即马常常连1楼拢坐袂满。掉了一半以上，嘿，对。观察附近的客人、上班族，他们都改成什么样的模式？改成就是外带便当，就是附近这边很多卖便当的，那边的是大家都会改成便当带走回去吃这样子。人较侪台北市餐饮拢挡袂牢，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认疫情发展比原来有其严重，为挽回国际观光客，交通部编列5亿预算，要进行国际行销。台湾防疫是第一波行销主题，无排除发放入境观光客催安。如果台湾的口罩够多，每一个国外观光客来啊。如果都先送他欺骗了，那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日产超过1000万片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变成一个可能防疫的大国，这些物资就可以来配套。交通部表示，为互观光客正做防疫抗胖，已经准备观光复苏期的行销，锁定日本、韩国、新南向港澳甲欧美5大市场，强调台湾是应放心佚佗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毋过嘛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出现转单的效应，一寡订单即马拢走到咱台湾，颠倒好着电路、电脑、科技相关的产业，新竹科学园区订单接袂离。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台北市已经未少有名餐厅陆续宣布停业，未少旅游业者这次无薪假。反倒来看电子业，尤其新店区、航区，目前无薪假通报是零，而且出口管理局预估，到今年第四季为止，出口订单依然是正成长。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供应是蛮完整的，所以目前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科技部公布国内三大区航区，去年规年营业额2兆6311亿，年增率1.39%，出口金额2兆669亿，年增率将近16个百分点，就业人数超过18万，拢创历史新高。不过台南区航区传出，有某一间供电厂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订单减少，这次部分工时减少，业者烦恼恐惊引起连锁的效应。其实是因应整个景气的影响，对于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目前也大概只有预定在3月6号到3月底这段短暂的时间。真正的效益可能还是要到4、5月，递延效益真正会不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到那个时候才看到。科技部部长陈良基烦恼，卡出疫情时间久长，供应链恐惊受影响。政府这次防疫千亿补，只要是连续2个月平均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或者是去年下半年平均营业额少15%就已经申请。营业下降的话，它才符合这个标准。那这个15%的话，这样子会不会门槛太低？一定是受到这次疫情影响，它才可以来申请防疫千亿保，所以不会。那额度有没有上限？多少？我们如果说一般振兴的这个周转中小企业的部分，我们是定2000万。经济部强调，防疫千亿保应提供8亿保证专款给金融机构，应承做10倍额度，无限制产业类别都应申请比SARS时期更较放松。不过贷款期间卡数减薪或者是裁员，都被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武汉肺炎，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北市政府即马对昨昏开始已经在试办公伫厝内办公。另外，台北捷运嘛伫买量体温的红外线的仪器，会放伫咧人较侪捷运站，按算3月底要开始用。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烧，台北市政府先试办居家办公，由人事处甲研考会先找10个人实验，以远端网络方式登录到台北市府的内部网站处理公文。台北市长郭文泰指出，上重要是建立系统，伊强调不只是为这摆疫情，要有规个政府异化。整个政府的异化还是要做，所以今天讨论说，你是要用自己家里的电脑，还是要用市政府代为给你的那个 notebook 嘛？哈。因为如果是我给你一个 notebook 的话，里面就有内建的程式嘛。但是我说开玩笑，我说这个我们如果有5000名在家里办公，这个显然不切实际嘛。因为居家办公呢，它还是必须连接到我们一个VPN， 就是我们一个企业的私有的网络，再连接到市府内部的资讯系统来。那目前这个 VPN 的一个流量大概是容许1000人。居家办公治安真做上大关键。台北市府第一波试办了后，会看成效进行第2波试办，不过人事处也承认，第三甲市民面对面接触业务并不适合。为因应疫情，台北捷运公司已经买量体温的显像仪，会放伫人较侪捷运站，亲像台北车站、中校复兴站、市政府站等，按算3月底正式使用。红外线显像仪的话，是大概有20台，那会在比较大的转运站的部分做设置。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筛选到一些应该是说，如果发烧的民众，我们希望他能够就医。清明特别到啊，爱细致群组感染，台北市会针对塔楼采取人流管制。另外，专接车方面会研究配合塔楼管制调整班次，避免人群大量聚集。在社区防疫部分，未来台北市防灾署会甲社区里长、民政局这单位成立防疫小组，按增加8层的公务大楼联络宣导防疫。记者综合报道。那立法院即马当地开会是要安那防疫？秘书长林志嘉昨昏是针对立法院的防疫措施接受质询，伊是强调讲，外国来宾若是对疫区内的会先甲拒绝，若阵有2个立委去访过着，安尼就会改做事前的会议，无就是提早休困。自政治立法院，自警随替理量体温确定无发烧，戴上变色的大纸才会当入去。
卫福部这边变更这个药品的许可证。那进入立法院严格控管，立委质询讲到穿落地盘，一结束工作人员随用漂白水切质询台，也将麦克换掉，用酒精消毒。委员会结束，工作人员也继续切质询台加图面。另外，连续审查会开会人数多，委员会也会开通啊，加强通风。就惊发生韩国国会议员确诊，国会闭馆消毒的情形。立法院防疫严加清采。疫区很明确了嘛？对，高风险的国家有没有这个名单？国会外交以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中断，我们一定要跟那个指挥中心随时保持联络。如果他认为说这个已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请他不要来了。秘书长林志嘉提到，针对立法院防疫备询，强调目前暂缓民众参访，国会外交上外宾若来自疫区是一律削绝。更加强调已经做好上摆的打算，若两位立委确诊，就要改成视讯会议，疫情更严重，将要求暂时停会。到最后，如果说有真的是情况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要求我们会暂时休会。如果一个学校有2个学生确诊的话，全校就停课。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样？有这个状况产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场所可能就势必要做休息。林志嘉强调，立法院也将开会配合随案，和清洁人员甲司机，保证已经暂停前往疫区员工的出国申请。若讲有员工逢隔离，也会依照职务代理的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行动是继续在进行。主办单位昨透早甲第2阶段40万份联署书送去高雄市的选委会。罢韩团体靠100外人中到为高雄市府凤山行政中心出发，阁有载400外箱联署书的货车游行到附近的市选委会。按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去年高雄市长选举人数228万外人，伫第2阶段联署的人数就要有10%以上。罢韩团体推算，要超过23万份才通过关。现此时正式送出40万份联署书。40天之内，我们完成了超过55万份的联署书的联署，并且我们会送交其中的40万份，这样的进度远远的超乎预期。大专院校期末考的之前，所以同学们赶快开始念书，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书先念一念，到时候呢就不会因为要期末考而丧失这回乡返乡投票的这个机会。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早无公开行程，市府强调，这阵市长专心市政，把防疫的势头做好，嘛提醒主办单位要做好群众的防疫措施。目前为止，高雄市政府专心防疫，所以虽然主办单位今天送件，可能是超过1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即使是针对高雄市政府，我们也呼吁主办单位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关心群众的健康。希望说我们的党中央可以来协助我们高雄，因为2018年是一人就全党，那2020年希望我们全党一起来守护高雄，来协助高雄。同这时阵，伫市选委会头前，嘛有几名挺韩国瑜市长的民众夜期天开口号表达支持。警方为做人墙，甲双方隔开，无发生冲突。那照法律规定的时间推算，罢免的投票时间会伫6月中，嘛就是可能伫6月13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关系，和真侪基本活动拢取消，无就是延期。有剧团对2月份开始就已经取消40多场。常常用囡仔遐囡仔这感觉真趣味的纸风车剧场，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取消40多场的演出，无演出就无收入的演员，唔是去其他的所在做散工，都是食家己的老本。打工很多啊，有去咖啡厅啊，也有在外送平台，也有在健身房。像打工1个月有1万块吗？怎么可能？你们打工有1万块吗？哦，没有，哦，没有。还有没有？有存一些钱呐。剧团演员甲技术人员恐惊半年无收入，纸风车发起线顶的剧场活动，逐礼拜推出几下的底片，嘛会对外征用创意的影片。若录取的人会当摕到3000块的奖金，帮助剧场的人以外，嘛呼吁民众会当伫网络顶端支持因的演出。欢迎大家！若
那演出的活动照常举办。文化部是建议表演的场地以降低风险来做优先的考虑，建议尽量避免人挨定定，座位会当采取隔开的方式，或者是保持1公尺以上。不过传出有部分的场地为着要控制人数，要求演出的团体座位爱采用每回座的方式，或者是卖票敢若会当卖到5成。针对这点，表演团体表示，这会因无法度生存落去。表演艺术团队通常一个演出，如果票房没有卖超过6、7成啊，大概都是赔钱。你用梅花座一坐下去，坦白说，票房不会到5成，那绝对都是亏损。表演联盟指出，文化部是建议，毋是硬性来规定。若是表演团体会当甲防疫措施做好，希望场地迄边也是会当有一定的春秋，毋通用规定甲表演的空间缩白条咧。记者综合报道。那嘉义正出名的艺文活动草草戏剧节已经开始啊！今年是以天顶做主题，改伫后挂举办。这出戏本来要在实验剧场演，但是因为 COVID-19 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伫室内演出刷到外口，而且佮顺续把最近的代志放入去表演内底。今年第12届草草戏剧节，除了巡回戏剧演出，佮有展览讲座，总共400多场的活动。1、2年没有来了，但是目前看起来人流还不错。这12年基本上是在扩大整个他们的蓄积能量，那也将整个的蓄积的扎根在地生根。草草戏剧节是嘉义地区上盛大的户外艺文活动，这届主题是天顶，结合生活美学佮渔港文化等等的元素，希望会当有友善平等的方式分享艺术，佮有正面的力量，让大家进来这里看到这个地方，不只能看到漂亮的国服、漂亮的新住民、新二代们，渔工也是很棒的。这个艺术节行到第12年，阮希望伊变做一个讲最有机的，伊交传统的拢完全无相像，有真侪理念，你会当用1天的时间来遮慢慢豆豆啊体会。这届草草戏剧节已经为3月初7开始，这个拜六阁有活动。主办单位表示，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已经加强出入口的防疫措施，而且估计今年参加的人数可能比演过更减一半。因为疫情的关系，把活动刷到外口，希望互民众安心的参加。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的国际兰花展览是配合防疫有做一寡改变，台湾市政府把花分散去10个所在，让民众参观。南花伫风中摇来摇去，而且满岛总亚艺文中心的环境是真清幽。而且欣赏兰花是特别水。2020台湾国际兰展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宣布延办。台南市府甲展场内底兰花用遍地开花的形式，刷起10外个景点布置展出，安尼民众就当就近欣赏。室外的人不用那么密集，而且在外面看呢，比较有那种看展的感觉啦。总冶艺文中心这边是我们的古迹区，这些日式建筑都相当的典雅。那跟兰花整合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台湾国际兰展已经办16档。去年2019年的台湾兰展是创下113亿的兰花外销产值，成果是真好。也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兰花协会表示，原本第一季接单是接真济，加上外销市场以欧美甲日本为主，总体是占8成以上。对今年的订单情形是真烦恼。台南市长黄伟典嘛讲，兰花的订单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实体的花，所以就变成必须用其他的方式，电子交易的方式或其他的视讯的方式来完成，那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真实的冲击会到多少还不知道，但应该是在第2季以后会，我们问一下兰花业者，他们会比较有一个接单的状况的。国际兰展延办，台南市府用无同款的方式展出兰花作品，让民众去室外透气，嘛请观光客去景点佚佗，暂时解除肺炎疫情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去澳洲。澳洲富裕的小国家卢森堡是创全世界大省，因推出大众运输，伫咧全国拢坐免钱的。因鼓励百姓减驶车，加坐大众运输，安尼毋但保护环境，嘛袂塞车。
一个要坐车的人甲普通时啊共款，徛踮机器头前要拆票，才发觉讲机器已经关起来啊。伫欧洲的 Luxembourg 决定甲3月7日要实施的全国交通免费政策提早1天执行。政府的这大方，就是想要解决塞车的问题，让民众愿意使用大众运输工具。这个政策原底敢若伫咧其他地区试办，但说决定要全国实行，可能会互全国40%的家庭对交通工具的选择产生改变。每一个家庭逐档量约啊，拢通价$100，省落来差不多是大票3333块。La voiture, en fait, je l'utilisais uniquement en dehors du Luxembourg. Donc pour partir sur des destinations comme Bruxelles ou Paris, mais sinon ça sera les transports publics à Luxembourg. 虽望民众免开钱就通坐车，不过交通运输部门员工就真烦恼，唔知影安尼免费政策敢会对家己的工课产生影响。Luxembourg民众大多数要出门拢会塞车，另外47%的人塞车是有商旅的需求，71%的人塞车是为着休闲运输。伫欧洲正好野的 Luxembourg 有61万人，超过20万人伫咧 Luxembourg 做事，因住伫咧附近的国家法国、德国。所以，若要上班也是下班，就拢爱塞车，造成一寡时间严重的塞车问题。Luxembourg 就投资起公共运输系统，若电车是因的重点。不过，通勤的民众所感觉发展无够紧，比如讲往北的机场单，就要等几若年。J'utilise la gratuité comme un levier pour vraiment provoquer la discussion sur la mobilité du XXIe siècle. En fait, partout dans le monde, on doit faire le même constat. La mobilité, comme elle est organisée aujourd'hui, c'est un échec. 目前伫 Luxembourg 电车特座车钱是$2，差不多是大票67块。正正车票的买卖计用占营运成本$5的8%。若是无收钱了后，就要为国家补这个空棚。虽然贴票的机器拢已经搬走啊，不过贴票的柜台会照常营运，因为国际线车帮甲头顶舱的座位同款就要付钱。记者综合报道。要保护环境嘛，包括讲咱安那对待动物。伫咧南半球澳洲挖近南极洲的迄个所在，定有野生的徛鹅会找无路，转走去澳洲本土的海沙堡。这是吸引济乡亲、济观光客去看。那即马野生动物专家是呼吁讲，千万唔通饲这徛鹅嘛，唔通去甲吸，安尼则袂妨碍因转去大自然。墨尔本东南部的菲利普岛有真侪民众伫特定区域要看天黑了后登去海花休困的徛鹅，因国际模样吸引真侪游客来到这。澳洲南部挖近南极洲岛屿，拢总有8种徛鹅。专家这几年来发现，常常有找无落的徛鹅，走去本该出现的所在。伫波斯附近的玛格丽特河小镇，都有一个徛鹅的保育基地。专门收养才需要帮助徛鹅。Do get very attached, yes, and it'd be lovely to have them all year round, but not best for them. 专家讲，民众若是发现找无落的徛鹅，会当赶紧通知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安排上好，莫乱饲。We don't need to give them any food or water until they get into care. Just the carer will know the correct food to give them. 亲像这种目睭顶头有生黄色毛的跳岩徛鹅，因为气候变迁甲鱼仔抢乱掠等原因，是要减少数量降低。保人员除了会家照顾，伫野风景自然甲抗进片堆中，那这只世界体型上细新鲜徛鹅，则无濒危的问题。伊伫健康野放了后，会当去南极海域展开生态季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方面通过各地拢会落雨，气象局嘛针对苗栗以北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下晡大空气就会较贵，水汽就会减少，就会较无雨啊。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来看到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是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7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